我係娛樂珠記者，今日要同大家深入探討一個喺娛樂圈入邊引起軒然大波嘅話題。鄭秀文同許志安呢對曾經被譽為金童玉女嘅組合，佢哋30年嚟嘅愛恨糾葛真係令人嘅心痛又感慨。今日我要用一個全新嘅角度去分析點解鄭秀文會屢次原諒許志安嘅出軌行為，呢個背後究竟隱藏住咩樣嘅深層原因？首先，我哋要明白一個道理，愛情從來都唔係黑白分明嘅。好多人睇到鄭秀文一次又一次原諒許志安，就會話佢傻冇自尊。但係呢一種簡單粗暴嘅判斷，其實係對愛情複雜性嘅一種忽視。鄭秀文同許志安嘅感情係建立喺30年嘅共同經歷之上，佢哋一齊經歷過樂壇嘅起起跌跌，一齊面對過事業嘅高峰同低谷。呢種深厚嘅情感基礎唔係話斬就斬得斷嘅。當一個人喺你生命中佔據咗咁重要嘅位置，要放手真係談何容易。從心理學嘅角度嚟睇，鄭秀文嘅選擇其實係好多深愛過嘅人都會做嘅選擇。佢唔係冇自尊，而係佢嘅愛情觀念同一般人唔同。佢相信愛情可以包容一切，相信真愛可以戰勝所有困難。呢種信念雖然令佢受盡傷害，但同時亦都展現出佢作為一個女人嘅堅韌同偉大。我深深明白呢個圈子嘅複雜性。娛樂圈係一個充滿誘惑嘅地方，每日都有靚女俊男圍住你轉，每日都有新鮮嘅刺激等緊你。喺呢種環境底下，要保持對一個人嘅忠誠，確實係一個巨大嘅考驗。許志安作為一個男藝人，佢面對嘅誘惑可想而知有幾大。但係呢個唔係佢出軌嘅藉口，只係我哋要客觀咁去分析呢個環境對人性嘅考驗。而鄭秀文作為佢嘅伴侶，佢比任何人都清楚呢個圈子嘅遊戲規則，所以佢嘅選擇可能係基於對呢個現實嘅理解同接受。更重要嘅係喺娛樂圈入面，形象就係一切。鄭秀文同許志安嘅關係唔單止係私人感情咁簡單，佢哋仲代表住一個品牌、一個形象。每一次嘅分分合合都會影響到佢哋嘅事業發展。呢種複雜嘅利益關係，可能亦都係鄭秀文考慮嘅因素之一。從鄭秀文呢30年嚟嘅變化，我哋可以睇到一個女性嘅成長軌跡。早期嘅鄭秀文可能更多係依賴許志安，將佢當做自己生命嘅重心。但係隨住時間嘅推移，特別係經歷過多次傷害之後，鄭秀文開始學會獨立，學會愛自己。呢種轉變，從佢近年嚟嘅作品同公開言論中都可以感受到，佢開始更加關注自己嘅內心世界，開始追求精神層面嘅滿足。佢嘅原諒可能已經唔再係出於依賴，而係出於一種更高層次嘅理解同包容。佢明白到，愛一個人唔等於要完全擁有佢，包容一個人嘅缺點唔等於要犧牲自己嘅尊嚴。佢學會咗喺愛情中保持自我。呢種成熟嘅愛情觀其實係好多女性都應該學習嘅。鄭秀文係一個虔誠嘅基督徒，佢嘅宗教信仰對佢嘅人生選擇有住深遠嘅影響。基督教強調寬恕同愛，教導信徒要學會原諒他人嘅過錯。從呢個角度嚟睇，鄭秀文嘅原諒可能係出於佢對宗教教義嘅實踐。宗教信仰俾咗鄭秀文一種超越世俗嘅力量，令佢能夠以一種更加寬容嘅心態去面對人生嘅起跌。佢相信每個人都有改過自身嘅機會，相信愛可以感化一切。呢種信念支撐住佢度過咗一次又一次嘅情感危機。當然，宗教信仰唔應該成為忍受傷害嘅藉口，但係佢確實可以俾人一種內心嘅平靜同力量。鄭秀文通過信仰揾到咗自己嘅人生方向，呢個可能比任何愛情都更加重要。我哋都要反思社會對女性嘅期望。當一個女性遭受背叛嗰陣，社會往往會要求佢做一個完美嘅受害者，一係堅決離開，一係默默承受，但係唔可以有自己嘅選擇同堅持。鄭秀文嘅選擇挑戰咗呢種刻板印象，佢既唔係一個軟弱嘅受害者，亦都唔係一個冷酷嘅復仇者，佢係一個有血有肉嘅女人，有自己嘅愛恨情仇，有自己嘅人生哲學。佢嘅故事提醒我哋，每個女性都有權選擇自己嘅人生道路，無論呢個選擇喺外人眼中係咪正確，我哋應該尊重佢嘅選擇，而唔係用道德嘅標準去綁架佢。最後呢，我想講嘅係鄭秀文同許志安嘅故事，其實係關於愛情真相嘅一個深刻思考。真正嘅愛情可能唔係我哋想象中嗰種完美無瑕嘅童話故事，而係充滿咗人性弱點同缺陷嘅現實生活。鄭秀文用佢嘅經歷話俾我哋知，愛一個人可以超越佔有，可以超越傷害，可以達到一種精神層面嘅升華。呢種愛情觀
可能唔係每個人都能夠理解同接受，但係佢確實係存在嘅，而且係值得尊重嘅。當然，我哋唔係鼓勵任何人去忍受背叛同傷害，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嘅幸福負責。但係我哋可以從鄭秀文嘅故事中學到，愛情有好多種形式，每個人都有權選擇適合自己嘅愛情方式。作為娛樂珠記者，我見過太多嘅愛恨情仇，但係鄭秀文同許志安嘅故事依然令我深深感動。唔係因為佢哋嘅愛情有幾完美，而係因為佢哋用自己嘅方式詮釋咗愛情嘅複雜性同深刻性。無論最終佢哋嘅結局係點，我哋都應該尊重佢哋嘅選擇，尊重佢哋嘅愛情。因為愛情從來都冇標準答案，每個人都有權用自己嘅方式去愛，去被愛。希望鄭秀文可以繼續堅強落去，無論佢選擇咩樣嘅人生道路，我哋都會支持佢。因為佢唔單止係一個藝人，更係一個勇敢面對人生嘅女性。呢種勇氣值得我哋每個人學習。各位記得 like 同埋 share，等更多人可以感受到呢份正能量。